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我要请咱大家会当搁读一摆咱今仔日的圣经节。咱今仔日的圣经节无介长，但是无好读。尤其是你若是看台语，也是咱通拄仔读台语的，迄读起来实在是毋知影真清楚伊咧讲啥物话。所以咱三甲用华语的来读看卖好无？会较简单较知影讲伊的意思。第7节，由于基督的死，我们得到自由。请问，我们得到自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得到自由？因为基督的死。继续哦，我们的罪蒙赦免，这是出于上帝丰富的恩典。第8节，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充足啊！上帝用聪明智慧完成了他的旨意，又使我们知道他已经决定要借着基督去完成的奥秘。第10节，上帝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完成的计划，就是要使天上和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归属基督，以他为首。来，上帝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完成的计划是什么？要使天上和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归属基督，以他为首。归属教会吗？不是，不是归伫教会，归属于某一个牧师吗？不是。是归伫基督，咱常常拢会来教会来听牧师讲道，然后咱会伫迄个中间来听看卖牧师讲道到底是讲了好还是歹。但是咱有时会袂记即一项，今仔日咱所有的道理，伫遮所信的物件，拢是根据什么话来讲、来想、来做？是圣经。所以今仔日咱需要伫即个中间，搁一摆来思考，咱所读到的圣经到底甲咱讲啥物话？今仔日咱所读的，可以回到我的迄个讲道上好。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其实甲咱讲3项代志。第一项代志就是，咱安怎得到自由？咱安怎得到救赎？是因为耶稣留保惠来救赎咱。所以咱伫即个中间，咱的心神肉体得到透放，是因为什么货？是因为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来钉十字架，所以咱才有透伫即个中间来得到透放。即款的透放，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过去你所受的罪，也是过去咱所犯的罪，也是过去咱伫咱家己的艰苦中间所走袂出来，拢因为基督耶稣所留的保惠，无搁咱来对讨。咱所犯的罪，已经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留的保惠，遮的罪已经毋是咱来对讨。什么人替咱付清？耶稣替咱付清。所以咱的过犯、咱的罪过，伫即个中间得到赦免。意思就是，有欠债已经毋是咱，但是咱诚做一个什么款的人？咱诚做是一个得到稳定的人。啥物货叫做稳定？啥物货叫做稳定？今仔日假使你要去买一个物件，迄个物件是100箍，然后咱摕出100箍来甲伊买迄个物件，安尼敢有叫做稳定？安尼叫做啥？拄啊好尔嘛吼，合理嘛，对无？安尼有合理。迄个物件100箍，然后我付100箍，我来得到迄个物件，安尼叫做合理。若是顶礼拜五有迄落 Black Friday， 有人去买着。有人去抢物件买无？伊啊看到一个物件，本来吼无拍折的，是100箍，但是迄个 Black Friday 吼，伊甲你讲吼，打6折。打6折的意思是
40% off， 你会去买？啊，40% off 佫无啊？安尼佫无够哦，哇！那我看着说安尼，敢若听起来应该是袂歹哦。40% off， 然后拍6折安尼哦，足欢喜的讲哦，我去买着，我去抢着，还是我去迄落得着，哇！这真正是有够赞，因为我买着俗的，我伫迄个中间，我敢若付出60块，我买着价值100块的物件。啊，但是啊，万一迄个物件100块，今仔日伊甲你讲哦，来，你来，今仔日你只要来吼，免费送你。有爱无？有吼，安尼就有爱啊吼。哦，安尼我知影，安尼40% off 安尼无够，一定爱免费烧送，安尼才会使。啊，免费烧送的叫做啥？文典，是安那免费烧送的叫文典？因为你毋免为着即个物件来付出100块，因为你省100块。但是上帝的恩典对咱来讲，敢真正是安尼？有时仔无一定哦。人讲上帝的恩典是无价，迄个无价的意思是因为咱，毋是因为咱毋免付出哦。迄个无价是因为咱付袂起。上帝的恩典毋是无价，迄个无价毋是讲你毋免出钱。上帝的恩典无价，是因为咱付袂起。你用你地面上所有的财产，用你所有的财富，用你伫地面上所去做的人际关系，想要来上帝来买即个入天国的恩典，你无一定买得到。伊的无价是安尼。所以今仔日咱中间每一个人伫即个所在，拢是一个得到恩典的罪人。我们是得到恩典的罪人，因为我们的罪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消除的，我们的罪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甲咱赎回。咱付出啥？咱无付出啥，因为咱付袂起。有人问，一个人活咧，伊为着甚物会咧活？请问咱为着甚物会咧活？你为了什么活着？我不是问你为什么去工作，但是我问讲你为着甚物会咧活？因为活着。为着甚物会咧活？一个题目，一个跳相亲，讲袂出来。啊，不止讲袂出来，佫毋敢讲。讲出来惊人笑，讲出来吼惊袂听的，讲出来吼，互人知影讲吼，你是为着迄个活哦。啊，但是无讲吼，佫亲像毋知影为着啥物会咧活，所以足矛盾的。即个问题吼，上好茫问啊。这问咧到地吼，拢无人敢回答。啊，我即个后壁吼有一个答案，即个答案毋知对还是毋对。因为每一个人的经验、每一个人的角度、每一个人的立场拢无共。有个人讲啊，人是安怎爱活咧？因为人还佫有一个啥物？一口气，不得不呼吸，足无奈的。哦，这人若还佫有一口气吼，你想要无喘气嘛袂使，啊，你想要禁气佫禁袂掉，吼，安尼嘛是真痛苦。但是有时仔吼，人就是因为迄口气还袂长啊，所以不得不爱继续活。所以伫迄个中间啊，有人咧讲，今仔日一个人啊，伊若是有梦想，一个人如果还有梦，伊就会当继续行。有一句话咧讲，我毋知影咱有同意无？有个人讲吼，现在少年人啊，30岁就死啊，70岁就埋。30岁就死啊，70岁才埋葬。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30岁就死了，70岁才埋葬，是安怎？因为伊到30岁，已经找袂到伊人生的目标，伊找袂到伊人生的梦想。特别是即句话咧讲的，就是咧讲台湾的少年人。啊，我离30岁其实无介远，差不多尔。我拢咧想讲，今仔日我活咧是为着甚物会咧活？
是安怎人活咧会找无伊的目标？是安怎会30岁就死，一直到70岁才来做？因为有个人讲，因为人活着无自信，活得没有自信，毋知影家己咧活了到底是好也毋好，对也毋对。我想要今仔日甲咱三角来思考一个问题：咱到底活得有自信无？有一本册叫做情感智慧2.0。2.0的意思是啥？敢知？新版的，迄就亲像电脑的迄个版本迄个 Windows 上早是3.1，敢有人用过 Windows 3.1的？有有人用过 Windows 3.1、4，Windows XP， 然后 Windows 啥物货？进到 Windows 偌济啊？10 Windows 10。即本册叫做情感智慧2.0，意思就是讲它跟1.0的版本有分别啊。1.0的是旧的，即个叫做2.0啊，所以伊较新啊。而且拢总有12个特质。即12个特质今仔日我毋是要来甲大家讲讲这就对，咱就爱对，毋是迄个意思。咱看卖，通过伊所讲的即个自信的12个特质，咱来想看卖。伊讲有自信的人，第一个，伊是对内心找到幸福。我想伊所要讲的意思就是，伊所有的幸福，毋是伫外口实在的物件，用迄个物件所追求的物件来当做伊的幸福。但是伊的幸福所讲的是伊内心的满足，互伊幸福，所以伊有自信。第二个，伊讲到无凊彩甲人比较。一个有自信的人，无凊彩甲人比较，所以袂伫迄个中间甲人伫遐相争。有人讲有2种教毋通信，2种教毋通信。第一个教是啥物教？比较，比较嘛是。第二种教咧，计较，计较嘛毋通信。所以毋通去比较，毋通去计较。而且第三个，伊讲自信12个特质。第三个，伊讲伊无凊彩的共应好，除去你真正做会到。有时是安怎自信的人，伊无凊彩共应，安尼意思是啥物？无自信的人就凊彩共应吗？我想有可能是因为伊咧甲人比较的下底，伊感觉人做会到，我嘛做会到，所以我着共讲好，然后较伫迄个中间发现讲。哇！即声好咧到底，我所爱付出的代价伤过大。但是输人无输阵，输阵，输人无输阵，输阵歹看面。所以为着要维持我的面子，即句话一定爱答应互落。我想，这就是伫即个中间伊所讲的，自信的人伊袂凊彩共答应。第四个，伊讲自信的人的12个特质。第四个，伊讲听的比讲的较济，因为伊真自在，家己心内有肯定，家己所行所做的是啥物，所以伊伫迄个中间，伊无一定会凊彩受人影响，然后家己头壳所想的物件就走去。我想，所以伊有法度听的比讲的较济，伊愿意。听别人所讲的意见，或是接纳别人所讲的意见。自信的12个特质，第5个，伊讲啥？伊讲真少有迟疑的态度，意思就是讲，伊袂伫迄个中间，伫遐犹豫不决。有自信的人，伫迄个中间真肯定家己所要做的是啥物，也是所毋通做的是啥物，因为伊真清楚，伊会当分别。伊的界线真清楚，伊知影对一个所在着打，对一个所在毋通打。然后搁来，伊讲到的特质内底包括自我追求的小胜利，意思就是有自信的人会去设立一寡小块的目标，一步一步慢慢去行，慢慢去做。我想即个对咱生活内底可能嘛有真大的影响，因为进台湾拢足流行。讲一句讲，生活上的小确幸，
哦，迄阵有人问我讲吼，来到遮的时，有人问我讲小确幸是啥物意思？哦，其实伊讲的就是我在我人生当中那小小的幸福啦。啥物叫做小小的幸福？讲吼，啊你透早起来，会当甲你所疼厝内的人，无论是你的太太，无论是你的先生，会当三甲食早顿，做伙感谢上帝。哇，这嘛是人生的小确幸呢。但是这无包括透早起来就冤家啦。啊，若透早起来就冤家会安怎？嘛是幸福啦，表示吼有人甲你做伙冤家啦。因为一个人冤袂起来。我想伫迄个中间有自信的人，伊所做出来、表现出来物件，就无啥共款。然后继续伊讲到，即个自信的特质内底，其中包括一个真奇怪的，伊竟然讲保持运动的习惯。我想有时啊，咱伫即个中间，咱会看见一个若失去自信，也是内心无气力的人，伊含家己厝门口拢行袂出去。有时啊，以前咧做兵的时，拢会感觉讲，伫部队内底不时咧话立正稍息，然后啥想左转想右转，啊过着服装仪容检查，啊毋知咧检查啥。戴钢盔不戴 S 腰带，戴水壶不戴小帽，啊，啥物物件安尼念念念，啊，我伫遐听甲袂清楚。啊，是安怎做兵，着搁爱折豆腐，迄个面皮着搁爱凹甲迄落形。因为后来所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你外在表现出来的物件，通帮助你心内坚强。你心内若有坚强，就会当表现出你外在的物件。所以我想伫即个中间，会当保持运动习惯的人，伊就算讲伊心内有真侪欠缺，但是伊可能嘛借着伊的运动，要甲伊的心神肉体挺好掉，毋通软食落去。因为你心内若软食，你的肉体若嘛共款软食的时，多好规个人拢倒。我想真侪时，咱可能嘛知影。若是有忧郁症的人，迄个医生拢家己开啥物药方，叫伊爱安怎？爱晒日，爱运动，要晒太阳，吼，爱晒日，爱运动，你着爱行出去，互你的心情才会开。伊当然无法度把握讲，你若有运动，一定着袂忧郁症，也是你若有运动，一定着有自信。但是伊遮所讲的，有自信的人。保持运动的习惯，啊，咱敢有保持运动的习惯？有哦，感谢主。过来，自信的第10个特质，伊所讲的是，伊袂去追求别人的认同。即个中间所讲的意思，应该毋是讲我所做的吼，拢爱讨别人欢喜。伊遮讲的应该是讲，你有你的价值观，你有你的坚持。但是我嘛有我的价值观、甲我的坚持、甲我的看法，我无一定拢总接纳你的想法，但是我会当尊重你的想法。但我嘛无需要因为着爱互你认同我，然后我伫迄个中间拍马屁。我想一个有自信的人，就是伫安尼中间来看见我会当做一个真特别的人。对囡仔。无论是主日学，还是现在台湾真流行的品德教育，伊拢咧教囡仔一项物件，就是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伫上帝所创造内底每一个甲别人拢无共款的作品。你会当有你的个性，你会当有你的习惯，你会当有你伫上帝面前的价值。你无一定甲别人拢总共款，但是上帝犹原疼你即个伊所创造的。所以有自信的人，袂去将所有的快乐来追求别人的认同。你会当有你的姿势，你会当有你跳出你水的所在，你会当有你所介意的你的生活甲尊敬。但是这拢是伫无妨碍着别人的情形下底，咱互相尊重。自信的第11个啊，毋是11个，第9个。第9个是无惊家己犯错，因为人伫所行的路顶悬检查拢有真侪，毋是咱会当一摆就处理好势。但是伫迄个犯错的顶悬有迄个自信，
互我有机会，我会当做了较好。所以，甲有自信的人相合做伙，其实嘛是一件真幸福的代志，因为伊会当接受你伫迄个中间对伊的提醒，伊会当伫迄个中间听入你对伊搁较好的建议。因为有自信的人无惊家己犯错，所以伊就无惊互人指责。伊愿意伫迄个指责、伫迄个提醒的中间，互家己搁较好。有自信。第10个，伊讲的是永远准备好，然后等待机会。我想伫迄个中间，迄款的自信是因为对家己一款的期待。知影我是一个甚物款的人，我会当做甚物款的代志，我有我的目标，然后我愿意伫迄个中间来跑走。虽然机会还袂到我，但是我咧等待，等待到机会到的时，我就会当伫迄个中间来成就真好的工。自信的特质，伊不只是对家己，伊更加伫即个中间知影要安怎鼓励别人，用家己生活的经验。有可能是伊成功的经验，但是嘛有可能是伊失败的经验。有可能是伫伊人生所行过真痛苦的一段，然后伊用一个真好的提醒，甲鼓励讲：你过去、你现在所拄着的，我以前嘛捌行过，所以撑过去就好，继续行落去，然后伫迄个中间，愿意用鼓励话语来成做人甲人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我想有自信的人袂敢若用指责的话语，伊会用鼓励，因为伊看家己所行过的路，有可能嘛是现在真侪年轻少年人所需要的。伊伫迄个中间，伊行过，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拢会当伫迄个中间继续坚持。然后自信最后一个特质，就是伊袂歹势去要求人的帮忙。有时啊，无够自信的人会感觉讲啊，我共拜托，足歹势。但是有自信的人，我想伊所感受到的毋是歹势，伊所感受到的是啥物？是人甲人之间需要互相，人甲人之间需要互相依持、互相相牵、互相伫迄个中间做伙鼓励来行。亲爱的兄弟，你有自信无？你的自信对倒落来？你的自信是因为你伫即个社会有得到真悬的地位吗？还是因为你是足侪囝儿孙仔的阿公阿嬷，或是伫你人生所行的路真有成就，有真侪资产，有足侪好的名声，还是你用甚物货成做你的自信？请咱会记住。今仔日咱愿意伫即个所在来追求的是，咱的自信，毋是对世间来，咱的自信是对咱的信用来。因为咱差不多讲到，咱所读的经才讲，咱今仔日所有的是啥物？咱所得到换身，得到稳定，是通过救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血，所以互咱的瑕疵。互咱的犯错，互咱的无完美，通伫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血重新洗清。所以，互咱伫咱活伫世间的时，咱的每一时每一刻，会当去追求咱的梦想，会当伫即个中间追求上帝所赏赐咱的祝福，会当伫咱信仰所行的路有一份的坚持，讲上帝听我，无论我所行的是好是歹，上帝听我。无论我所做的是毋是有100分，我是毋是有符合阮爸母当初时生我的愿望，上帝听我。我是毋是有符合我的老师对我的要求？我是毋是有符合我的厝边对我的要求？我是毋是有符合人对我的期待？这拢无重要。搁较重要的是，咱伫上帝面前是诚做一个甚物款的人？伫咱上帝面前，咱是伊所创造迄个独一无二。得到稳定、重新开始的人，有一首歌，这是伫1988年的一首英文的歌。这首歌等下要放来听。这首歌伊真趣味，伊的歌词吼，等下我要来小可来读这个歌词。但是伫咱听这首歌、读这个歌词之前，
咱先来看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当你一生行尽，什么人会记得你？意思就是你伫地面上所有的成就是什么？就是有一日，咱若去到天堂，徛伫耶稣的边仔，咱是毋是会当伫迄个中间得到真大的赏赐？我们是否有奖赏？即条歌伊的歌词讲啥物？伊即个度假，伊嘛是唱的人，所以等一下听到迄个唱的声，甲唱的人其实是共一个，唱的声甲写歌的人是共一个。伊即首歌伊讲啥物？伊讲我梦见我到天堂，然后你甲我做伙，咱散步伫黄金的街路，行伫迄个水晶的海边。阮有听见天使在唱歌，然后有人喊你的名，有人喊你的名，这是两个人哦，喊你的名。然后阮活过来，看见迄个喊你的名的少年人，伊一边来一边笑，伊甲我边仔迄个朋友讲：朋友啊，你真可能毋捌我，但是我会甲你讲，你捌伫我的主日学甲我上课。迄阵我敢若8岁，每一礼拜你带主日学的时，你拢会做一个祈祷，然后伫祈祷了后才开始上课。有一日，伫你祈祷的时，我的心开，我邀请主耶稣来到伫我的心目中，感谢你伫主面前的服侍，甲你所有的委身，因为你的关系。互我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我伫遮感激你伫主日学中间为我的付出。然后另外一个人来，伊徛伫你的面前，伊讲有一摆有一个宣教师来到伫你的教会，伊摕来一张相片，然后你看到迄张相片全流目屎。虽然你无有真侪钱。你也无法度做啥物，但是你将你所有的拢奉献互迄个宣教师咧做事工，然后，这就是我今仔日伫遮的目的，因为你的奉献，宣教师的尽忠，互我信主来到伫你的上，互我信主来到伫上帝面前，所以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的生命完全改变。然后，当我看见你的头前有足侪人，一个一个来到伫你的面前，坐甲看袂清楚到底有偌济。遐个人因的生命拢去互上帝改变，就是因为你的关系。因为你过去所做的每一件小块的代志，你所付出的牺牲，世间人可能看袂到。但是今仔日伫天堂，我已经看到有遮侪人因为你来得到利益。我知影伫天堂应该是袂流目屎，因为拢总是欢喜。但是我会当确定，伫你的目睭内底一定有目屎伫遐闪死死。因为当耶稣扭着你的手，你徛伫主耶稣的面前，伊讲：看你所做的。遮个人拢因为你的关系，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你的赏赐是偌尔的大。感谢你伫主面前的奉献，互我的生命完全改变。愿你伫生命的付出顶悬，我也大大感激你的付出。咱做伙来听这首歌，伊有歌词，咱会当去看一摆。Dreamed I went to heaven, you were there with me. We walked upon the streets of gold.
crystal sea. We heard the angels singing, and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We turned and saw this young man, and he was smiling as he came. And he said, friend, you may not know me now. And then he said, but wait, you used to teach my Sunday school when I was only 8. And every week you would say a prayer before the class would start. And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 I asked Jesus in my heart.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Then another man stood before you and said, remember the time a missionary came to your church? His pictures made you cry. You didn't have much money, but you gave it anyway. Jesus took the gift you gave, and that's why I'm here today.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One by one they came,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Each life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Little things that you had done, sacrifices made, unnoticed on the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 And I know up in heaven 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He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I am so glad you gave. 亲爱的兄弟，
你可能毋知影你偌尔底有福气，你毋知影你所做的每一项事、所讲的每一句话，伫教会内底所行的每一个服侍，互什么人伫遐得到生命的改变。你毋知影你所做的物件，互人伫心内得到什么款上帝来摸伊的心，互伊的人生得到改变。你毋知影你的福气有遐尔济，亲爱的兄弟，爱有自信。自信你伫地面上的日子是受祝福的，自信你是上帝所疼、所赎回的，自信你伫你过去所犯的、所无好的、所完美的，上帝已经通过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互你重新得到完全。你无欠人的债，你独只有欠上帝的债。你无欠人犯错伫迄个中间所付袂出的物，咱独欠的是上帝互咱的恩典，咱要安怎去回应？愿上帝的恩典继续伫咱的内底，咱来讲，你是有福气的，我是有福气的。愿咱会当做伙甲我来讲，我是有福气的。咱做伙来讲，预备来，我是有福气的，你是有福气的。因为你所行、所做、所讲的每一句话，互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祈祷，因为当阮伫地面上的日子所行的，有时真野生，阮无法度来控制阮的工作，有时伫阮家庭中间，阮也无法度掌握。有时伫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也互阮真失望。主，阮的心真痛，阮感觉阮所做的拢无够格，阮失去阮的梦想，阮找无阮的目标。主，总是阮伫你的面前要向你来恳求，你通过圣经捌应允阮，你已经通过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将阮赎回。主，阮就相信，阮伫你的面前是清气的，是无瑕疵的。阮伫人的面前，假使有亏欠，阮伫人的面前，假使有无完全，拢已经伫你的厅内底得到补偿。主，阮伫即个中间，要搁一摆向你来恳求，互阮看见阮伫你面前的价值，互阮看见阮伫世间上受起造的价值。主，求你互阮珍惜阮家己所行所做的。互阮无看轻阮所讲对人的帮赞以及鼓励的话，互阮无看轻阮对别人所做的，就算讲阮真小可，敢若会当互伊一喙饭人食。主，假使阮伫人的中间愿意谦卑来服侍，求你互阮的服侍成做你所欢喜的旨意。主，互阮重新搁找着阮伫你面前的价值，求你互阮通伫人的面前勇敢徛在讲。是啊，我是上帝的囝，我也享受伫地面上的日子。主，求你通过阮的生活，通过信仰，通过你十字架顶的宝血，搁一摆赏赐阮有够野的自信，互阮抬起头来行头前的路走。主，求你互阮的心重新得到勇壮，互阮的心重新得到开朗，互阮伫仰望你、跟对你的路中。阮来看见，阮会当成做一个真好的服侍。主啊，恳求你使用阮，求你无看轻阮的小可，求你互阮愿意徛起来，出阮的力，成做起造教会一块砖仔，成做人甲人中间一句鼓励有快活的力。主啊，你互阮伫即个中间重新看见，阮是你所疼的，就互阮伫即个中间。来看见你的疼运行伫阮所有兄弟姊妹中间，愿你施恩怜悯伫阮的内底，愿阮的性命因为你来得到自信，愿阮所行的路通荣耀你的名。安尼祈祷、感恩、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